第一章，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要對你嘅能力有信心。如果你對自己嘅能力沒有謙卑，卻冇信心，你就唔會係成功嘅，或者係快樂嘅人。然而，健全嘅自信卻係成功嘅保障。自卑感或者自感缺乏能力會妨礙你達到你嘅期望，而自信卻會將你引向實現自我並獲得成就。由於呢種心理態度如此重要，本書就係要幫助你相信自我，並釋放你內在嘅能力。如果你意識到有多少人因被一種通常稱為自卑情結嘅病所纏累而淒慘難當，你一定會驚嚇不已。然而你卻不必受同樣嘅罪，只要採取適當嘅辦法就可以解決問題。你可以培養起對自己嘅信心，有創意嘅信心係完全合情合理嘅信心。有一次，我喺市政大廳嘅商界會議中講話之後，站喺講台前跟人打招呼。嗰陣時候，有位男子走上前嚟，帶住極其古怪嘅神態問我可唔可以同你傾一件對我而言非常重要嘅事啊？我請佢留低落嚟，等其他人都離開之後，然後我哋去後台嗰度坐低咗。我嚟呢個城市係要處理我呢一輩子最緊要嘅一筆生意。佢解釋講，如果做成咗，就意味住我乜嘢都有啦。做唔成嘅話，唉，我就玩完啦。我建議佢放鬆一啲，冇咩事情係咁大不了噶。如果佢成功嘅，咁就好啦。但係如果冇成功嘅話，明天嘅太陽照樣升起。我就係太唔自信。佢沮喪咁講，我一啲信心都冇，我就係唔相信自己做得掂。我真係好喪氣，亦都好壓抑。你睇下我40歲人啦，我點解一輩子都受住呢種自卑情結嘅折磨？我聽咗你今晚嘅演講，其中談到積極思考嘅力量，而我想知道點樣喺我身上得到信心呢？你有2個步驟需要走㗎。我回答話，第一，你要揾出你感覺無能為力嘅原因，呢個好重要，仲需要分析，而且要花時間。我哋必須好似醫生診斷身體疾病一樣，查找我哋情感生活嘅症狀。咁樣唔能夠馬上做到啊。當然啦，喺今晚咁短暫嘅會面中都係唔能夠噶，而且可能仲需要治療先至能夠得到永久嘅解決。不過要將你從眼前嘅問題中解脫出嚟，我想俾你一個常用嘅辦法，如果你採用嘅話，就會起到作用噶啦。今晚走在路上時，我建議你重複我要教俾你嘅一句話，上床之後仲要翻嚟覆去咁講幾次。聽日朝頭早起身之前重複3次，喺赴重要嘅約會嘅路上又重複3次，要以充滿信心嘅態度去做，你就會有足夠嘅力量同埋能力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再往後，如果你願意嘅話，我哋可以進一步嚟分析你嘅根本問題。但係不管我哋嘅分析係出咗啲乜嘢嘅結論，我而家要俾嘅方法都係最終痊癒嘅一個主要因素。下面就係我教俾佢嘅話啦。呢句說話就係：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佢對呢句話唔係幾熟悉，於是我將佢寫喺一張卡片上，並讓佢大聲咁讀咗3次。而家照住呢一個法子去做，我保證事情會一帆風順。佢起身安靜咁企咗一會，然後滿帶感情咁講：好，博士，好啊。我睇住佢挺直嘅肩膀走入夜幕。剛才佢似乎仲係一個可憐巴巴嘅人，但當佢消失嘅時候，佢嘅姿態卻表明信心已經開始喺佢心中樹立啦。隨後佢話俾我知呢個簡單嘅方法為佢創造咗奇蹟。佢又話呢個似乎太不可思議啦，聖經上嘅一句話居然能為一個人造成咁大嘅事。
呢個人之後對造成佢自卑情結嘅原因做咗研究，呢一啲原因因着科學嘅輔導同埋基督信仰應用都被清理掉啦。佢被教導如何擁有信心，並得到一啲具體嘅指示，可以遵從。呢啲指示遲下都會喺本章提到。漸漸咁，佢獲得咗堅強、穩定而合理嘅信心。佢從未停止表達佢嘅驚奇之感，因為而家竟然係好事不斷湧向佢啊，而唔係逃離佢。而家佢嘅個性係正面嘅，而唔係負面嘅，所以佢唔再係驅走成功，而係恰恰相反，將佢拉過嚟。而家佢對自己嘅能力有真實嘅信心。